今仔日是世界湿地日，讲到这南马地会当减少污染物流入去溪水内底，佮有吸收二氧化碳效果。不过，咱国内有真侪南马地拢开发做公园，环保团体是认为讲，这寡公园会带人进入来，颠倒是造成污染。台东县关山镇公所去年甲农水署合作，开2500万伫碧兰溪边两管开水尾水起一个人工池，咸水调节水源提供附近68公顷农产灌溉，佮营造湿地环境。启用了后，风景胜过水，正做游客翕相打卡景点叫做德国环毕景。非常好，清得很漂亮，真的。不过，这湿地环境周边水系的食物也无够办，保育团体认为应提供湿地生态维护功能有限，而且游客一来已经出现本数，水池内底四界拢会看到塑胶管啊。关山镇公所佮拍算要起变数，保育团体烦恼出现湿地工程化的现象，对环境无好。要把厕所维护人员的经费已经先处理完毕了哈，已经先行编列了。那这个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来去找经费来把我们的厕所盖上去哈。我们会一直想要去利用湿地，可是用人的角度跟概念去做这一件事情，而不是以动物或环境生态角度去做这件事情。台东县有5个国家级重要湿地，甲一个地方湿地。这几年，佮利用太平溪营造人工湿地，不过周边设上过侪停车场，常常粪扫撇到规土骹，往来车辆也可能干扰湿地生活。保育团体呼吁，湿地本来就是要降低污染的功能，不应该工程化，甲上过侪人工设施，反倒带来污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